1887年 ，Tesla 雖然從事苦力工作，但心情回復後已着手重新去研究。雖然艱難，但那個決定性的發明就在這時刻初步完成了。而正待機時刻終於來臨。Western Union 西聯公司計劃事人 Alfred S. Brown 同紐約市律師 Charles F. Peck 聽聞了 Tesla 正在進行新能源嘅研究，於是找上門去了解是否真實同有冇價值。當見到 Tesla 之後， Tesla 向佢哋展示咗哥倫布之蛋這個充滿裡外意圖嘅機械發明，運作中同隻雞蛋在圓盤中心旋轉企起來，而那能源是來自交流電。兩人都感到驚訝，而這個裝置不單展示出交流電能實際應用，更有第二重意思，就是寓意打破常規才能實現的創造性。兩人意會及被打動了，即同意 Tesla 願意以50-50嘅比例共同擁有佢嘅專利。Tesla 利用得到嘅資金係 Liberty Street 89號建立佢嘅實驗室。喺月底更申請咗佢真正擁有嘅第一個專利。這之後 Tesla 最好嘅老朋友 Anthony Sigidi 來到了紐約，兩人相擁下互問友好，而 Anthony 更喺 Tesla 的 Liberty Street 實驗室做起了 Tesla 嘅助手，幫他文件化及解決眾多細節問題。這一切事情都順順利利進行了。